正道信心的条条，请曾牧师。所听兄姐，愿恁平安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伙分享这个信心的条条，伊的意思应该就是我要怎样伫一个忧郁、沮丧、失志的情景的内底，重新成做一个有活力、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。我要怎样对一个死荫的山谷，然后爬到山尖的所在，如鹰展翅上腾。愿这个信息，特别今仔日这个宝贝的诗篇77篇，会当帮助兄弟姊妹知影，咱无孤单。古早上帝的百姓，因捌怎样伫真失志的时，讲出上帝敢讲连你都无爱我嘛？我想这句话，手机张了一定上界有感触。我来教会甲陈牧师，伫咱教会牧会第6年，手机张了。伫开会中间就讲一句话，伊讲过去我非常得同教会，我感觉好亲像这间教会连上帝都无爱点。今仔这个诗篇77篇，这个诗人毋是大卫，咱传统上拢甲诗篇就一个印象就讲拢是诗篇，拢是大笔写。其实伫诗篇的中间有大概7篇啊9篇是亚萨所写。亚萨是一个圣歌队的队长。伊会写歌，会写诗，会带领耶路撒冷敬拜的圣歌队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对地，互咱会通用圣神的帮助，对亚萨伊的生命的改变。因为这首诗有20节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若感觉你真紧，还是讲真歹，伫你的心境的中间得到沮丧、忧郁、焦虑，愿你用基督的心读这篇诗篇讲。主啊，你怎样改变亚萨？伊放落迄个看路，重新来仰望伊的列祖的上帝。伊所得到新的信心，伊有诶，我嘛要爱有；伊有诶，我嘛要爱有。所以，爱弟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，咱开始学习怎样成做一个永远有愿望、永远有信心的基督徒。伫咱要领受上帝话之前，咱做伙同心搁一摆，咱来祈祷。主，我知，阮深深知影，伫阮的尽头就是上帝你的开始。今仔日，阮所共读的诗篇77篇，就是人伫尽头的中间咧问讲：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伊减已经真无能为力啊嘛！主啊，伫今仔日的诗篇的中第10节。亚萨就是安尼问上帝讲：我心内最受伤的，就是我的上帝的双手无力，已经推落来。兼讲我的上帝已经无法度掌控，伊无能为力啊嘛。所听的天父上帝，伫真失志的时刻，主啊，你互伊重新安静受安慰。主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嘛将阮所有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中。无论伊伫什么所在，阮的心内若有动荡、郁卒、着磨、失志，递到阮要求讲：上帝，你敢还有在听阮祈祷吗？天父上帝求你甲阮讲，你的听永远无受隔断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知影，你永远无弃杀你所选的百姓，你所创造的阮。愿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的信心。就亲像圣殿的礼拜堂的调酒，你重新甲阮起造，互阮真侪勇壮、有信心、仰望、仁爱。主伫你的面前，将今仔日的圣会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圣神对每一个失志的阮兄弟姊妹讲仰望的声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诗篇第6节、第5节。亚萨就是安尼讲，兼讲我的上帝无搁再施落伊的怜悯甲慈爱吗？伊兼讲伊无听见我伫暗时举手会祈祷的声吗？所听的姊妹，咱真侪时阵有时咱会失志，甚至即句话嘛是伫咱的心中，咱讲阿门。对无好的信息，咱毋通讲阿门。但是对即个情景，怎样得到上帝的怜悯？
对迄个深深的迄个死因的忧顾，佮定心得到圣洁的夫妻的亚撒，咱甲上帝讲阿们。主啊，你互亚撒伊会通伫上帝你的里面的中间，定心将迄个实质，就是亵渎上帝的祈祷讲，怀疑上帝的心，咱放伫一边，咱甲上帝讲，主我甲亚撒同款，主啊，亲像约伯，亲像亚撒。伫逐世代有真侪上帝百姓，因嘛捌失落因的愿望甲信心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深深知影，你的确听我到我永远到永远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伫今仔日的诗篇第1节到第6节，亚撒伊嘛安尼讲：我的心毋肯受安慰。我毋知兄弟姊妹，你听着即句话了，你有甚物种的回应？实在讲，真侪时阵，咱认真要读圣经，但是有当时信袂落，为什么？因为迄个苦楚，真侪的忧苦，滴落目屎，压榨咱目睭，看到上帝的怜悯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亚撒讲：我烦恼到讲袂出话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的前辈嘛安尼鼓励咱讲：当你毋知要怎样祈祷的时，会记得。圣神亲自用讲袂出的吐气，为着咱来祈祷。因安尼甲咱讲，当你无法度用一个真完整的话、真清楚的话，放伫你的祈祷书的内底，对上帝讲的事，就亲像亚撒讲：我的心毋肯受安慰，我烦恼甲讲袂出嘴，讲袂出话。牧师要甲恁分享，就是伫2000年来灵修中间有一种的祈祷，叫做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你会记得这个祈祷吗？兄弟姊妹，如果有时你真正拄到这个情景，就是连祈祷都讲不出来时，请你会记得，不是真牧师甲恁分享，是2000年来有真侪咱信仰的前辈，因嘛甲咱同款，但是因知影一项代志，主啊，伫我的尽头是你的开始，伫我做未来，我要倚靠迄个帮助我的上帝。我要倚靠迄个帮助我的上帝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愿今仔日的礼拜会当唤起兄弟姊妹咱的信心甲意愿，咱愿意用基督的心定心来读诗篇第77篇，因为这个诗篇有分前段后段，总共20节，用第10节11节做一个真要紧的转捩点。迄个10节11节就是这个诗人亚撒伊伫伊的一生中间最低潮。就是已经行到山坎，伫咧上深黑暗的树林内底，已经讲无话啊！伫迄个时阵讲上帝啊，敢连你都无爱我嘛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亚撒伊伫迄个深坑的所在会吐气，上帝的圣神来怜悯帮助伊。伫这个诗篇的中间，并无教咱怎样伫失志的时用什么种的方法。因为亚撒伫伊的祈祷书的内底，并无讲到伊怎样改变，但是这个诗篇对11节开始，13节、14节，今咱所读的，伊讲有什么样的上帝会当赢过你？有什么种的生命会当亲像我的天父上帝？伊开始原本是吐气，原本是家己伫心内中间手抓条条，毋肯受安慰，但是当圣神慢慢用平安放伫伊的内心的时，伊慢慢对迄个山谷，亲像抬头看天顶的上帝，对渺小的自己，看到天顶上帝的荣耀。我阁讲一摆，咱是一个极其微细有限制的人，但是咱的上帝是无限量。你会记得伫6月初牧师要甲恁分享受苦的好处吗？代表讲我受苦有什么利益呢？伊讲原来我才知受苦是做我的帮助，是做我的利益。你哪会记得代表你安尼讲的时，圣经安怎回应嘛？人伫苦难的中间才认捌，家己是极其微细、极其有限。伫咧极其微细的时阵，人才开始有谦卑的心，人才开始知影讲靠我无才调，都只有靠上帝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都我靠耶和华的名。人伫苦难的中间，才知影谦卑，才知影我靠上帝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人开始
会要抬头仰望，就是对家己迷失的家己来转向上帝。所以今仔日的分享信心的跳跃，这个跳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对深谷、山谷这个极其实际的死荫的山谷开始转变，放下一切，开始往上望来行。求天父上帝的圣神讲给咱听。在圣经中间有真侪所在，拢咧讲起人怎样在失志、沮丧的中间，怎样来得到新的愿望。上出名的苦难的诗篇就是约伯。约伯记伊咧讲起一个义人怎样受苦，但是约伯记到29章开始，上帝开始讲话。真长的时间，上帝无对约伯讲话。真侪基督徒嘛发现一项代志，就是伫苦难的中间，咱常常感觉咱听袂到上帝的声，但是伫不知不觉的中间，上帝的圣神就进入咱的孤单的心的内底。今仔亚萨就好亲像约伯记的浓缩，亲像约伯记的浓缩。约伯是一个见证怎样伫受苦的中间听见上帝的怜悯，最后伊对心来讲。前我风闻有你，今仔日我亲目睭看到上帝。愿圣神帮助咱在座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信是真的。愿咱对上帝讲阿们。上帝，你有约伯的，上帝你有亚萨，上帝你有大卫。我受苦是做我的利益，互我伫患难中看见上帝你的存在，互我对我家己的自我。对我自我的情绪，对我自我的思想，对我自我的方法，我放落亲像摆开的人放落伊的管啊！伫今仔日，我将这个沮丧的灵对我的心来摕出来。主啊，我将我的沮丧交托予你。主，求你对我的心来将这个垃圾，将这个焦躁，主你该扫清去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有一个新的信心。咱甲上帝讲，无论怎样，对永远甲永远，我要坚持你是我的上帝，好唔好？兄弟姊妹，互这种的信心陪伴你到一生的路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主耶稣讲，我要求天父上帝收束圣神，圣神要甲恁三甲地地，直到世间的路尾。圣神要甲咱三甲地地，直到世间的路尾。愿这个圣神今仔日进入咱的家庭，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咧听圣经的话的时，圣神讲互咱听，互咱明白亚萨伊的头盔就是咱的头盔。上帝伫伊头盔的时阵，上帝拢无讲起你用什么方法来改变，无。你若要问牧师讲，那安尼我要安怎改变呢？顶礼拜，咱的礼拜中间读着两段圣经，一段圣经是犹大书20章21节，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，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。第三，常常珍惜进入对上帝的怜悯甲慈爱内底，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然后牧师甲恁分享讲，礼拜堂需要有4支调酒。顶礼拜的周报，今仔日周报内底，顶礼拜祈祷文讲，什么是4支调酒？第一，就是我的心内需要有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的话就是智慧，也是伊的光。我的心内需要有什么？需要好的灵，好的灵，互我无听到迄个魔鬼叫叫的声。魔鬼讲：“你害啊啦，因为你无路用，上帝嘛无爱你啊。”请听今仔日的诗篇，其实亚萨嘛是安尼。魔鬼甲亚萨讲：“你害啊！上帝对你收回你的慈爱，连上帝都无爱你啊！”所以啊，你姊妹，上帝无讲这种的话，迄是魔鬼所讲的话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，我的心内需要有上帝的话，我的心内需要有圣神，我的心内需要有上帝，伊对我耳孔所讲的话。我才知影，我伫人生中间，我一生的使命是要做什么。上帝的圣神开咱的目睭，
就像主耶稣伊用伊顶十字架的手划伫咱的目睭，伊的保护就甲咱洗清气，忽然咱目睭就金，就亲像伫以马忤路上，甲耶稣同行伊的学生，伊讲莫怪，伊甲咱同行的是咱的心火热，咱的目睭忽然就开，就知讲啊，原来是四个我的主耶稣甲我同行人生的道路。我咱来听今仔日这段诗篇。今仔这段诗篇，伊讲我伫暗时所唱的诗歌，暗夜所唱的诗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常常足奇怪，日子是无用的时阵较袂操烦，但是常常拢是到暗时咧困的时阵，才变来变去袂困的。因为魔鬼的声进入咱的房间，进入咱的心内，常常将迄个受气、怨叹人对咱的辜负，做咱心内的怨毒。有真多的情绪伫咱的内心，咱的心伫暗时所唱的歌，常常是靠调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始了后，咱每一日暗时所唱的歌，拢是 Shalom, my friend， 平安，上帝所听的惊字。愿主将这条诗歌对靠调啊变作喜乐的诗歌，对忧伤变作愿望。当咱失去倚靠的时，上帝进入咱的生命中来成就咱的帮助。上宝贝的这个诗篇分前段后段，第一段到第6节，就是伊的吐气。这个吐气足直白，若要用咱的话讲，亵渎上帝，也是讲这个基督徒是一个真白目，较会使对上帝讲这个话。上帝啊，你敢有存在？上帝，你敢有听我的祈祷？我举起双手来祈祷的时候，上帝啊，你敢连我都无爱听？兄弟姊妹，咱唔能笑耶稣。其实真多时阵，咱心内是安尼想，唔敢讲尔，敢唔是？有真多时阵，咱的祈祷中间，咱唔敢怨叹上帝。但是这个上帝是亲像一个慈爱老母，伊倾听咱心内的吐气。耶稣就甲咱讲。我的上帝是将我吐气的上帝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对第7节、第9节，耶稣开始安静落来的时阵，伊讲：我要来思考看卖咧，到底我的祖先的上帝，我的时代的上帝。所以开始安静默想，回想上帝的过去年代的作为，伊的生命改变。对11节、12节，你来读的时阵，伊安静来读。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。一段真歹了解的话，就是记载伫第10节。第10节这段圣经的翻译，伫真侪圣经中间是全然两看，是真困难翻译的这段话。话翻译话讲：我害啊，我真受伤，因为我所敬奉的上帝，好亲像是一个双手推落来，受伤无能为力的，伊的手是推落来的上帝，伊的手，伊的正手。无搁再有能力，因为伫圣经中间咧讲起正兵是代表稳定甲权柄，所以上帝正手代表上帝行权能的迄支手。伊讲我咧少年古早上帝的正手的事，是安怎这个手无伫今仔日咧？这句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耶稣伊的吐气的中间，这是今仔日的结论。愿所有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当咱伫人的尽头，人甲门关起来，上帝甲咱开门，咱伫极其绝望的中间会记得，咱若对上帝讲起咱心中的心声了后，爱会记得留一段时间互上帝讲话，留一段时间互圣神来带领，唔通消灭。圣神伫你内面所做的工，耶稣并无讲圣神安怎甲伊说服，但是忽然对12节开始，伊所有的祈祷书内底拢改成你。对第1节到第6节，伊拢讲我唔肯受安慰，我讲袂出话，我连祈祷嘛无能力。但是对12节开始改变，你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当咱对上帝讲了咱心内的吐气了后，会记得打开你的心，互上帝来做工。虽然
上帝无亲像心理学家，嘛无亲像智商的心理医生，伊无需要甲咱解释足侪理由。但是上帝的圣神踮伫什么所在？什么所在就得自由？恁会记即句话吗？我毋免要求上帝逐项拢爱甲我解释，但是上帝，我深深相信你就是我活命的主。主啊，你无需要甲我解释，但是我需要你。兄弟姊妹，即句话听有无？上帝无需要甲咱解释，咱嘛无需要要求上帝对咱解释，但是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无需要你对我解释，但是我需要你踮伫我的生命中。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拍开咱的心，咱出咱的双手，咱邀请主耶稣来到咱的生命，就亲像迄个撒该，主耶稣甲伊讲：撒该，今仔日我要去领导。耶稣讲：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找失丧的人。耶稣甲撒该讲：今仔日救恩临到你的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讨，咱来听今仔日的诗篇安怎讲。以撒伫伊的话头一句安尼讲：我捌对上帝出声求救，我对上帝出声以耳空听。伫我患难的日子，我追求上帝；伫我迷失的时，我举起双手无停，总是我的心毋肯受安慰。你捌有即种的情形无？咱莫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是咧拄久嘛？上帝，你是目睭青眉嘛？这个话讲了足严重。莫凊彩讲，虽然牧师拄则讲上帝是听咱吐气的上帝，但是咱心内若要有理性，就无凊彩讲亵渎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卡伫地。第3节伊讲：我少念，我默想，我的心内悲迫，悲迫就是讲我心内艰苦，我静静想到用要分去。我想袂通，就亲像目睭拍干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你互我的目睭无一时刻拄久，你互我的烦恼，我家己抵到，连讲话嘛讲袂出来。我就回想少年古早以色列怎样得到你的怜悯，无论是出埃及，无论是伫巴比伦，主要求你怜悯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伫你的怜悯的中间。这就是我暗时的祈祷。我想起伫暗时的我的心内有我的心声。亚萨是一个圣歌队队长，所以我受伊一个真特别的特质，就是伊常常将迄个心内的感觉情绪变做祈祷词，将伊的心内的想法变做诗歌。兄弟姊妹，生命之歌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条生命的诗歌。即摆你伫山上，还是伫山谷？这个时刻的你，是你伫生命中间的死荫的山谷，还是伫迄个青翠的草坡，伫迄个山尖的所在，来看见上帝的荣耀。我们是天父上帝甲咱撒下伫地，但耶稣伫这个所在第7节讲：主啊，你兼要永远放杀我嘛？你兼要让我收回你的怜悯甲慈爱嘛？主啊！你兼讲无搁再施恩怜悯我嘛？所听伫姊妹伫旧约的中间，以色列人伫患难的中间，上帝有3句话：第一希色，第二就是哈娜，第3就是罗罕。我解说这个话，过去你捌听。希色就是上帝是信实的；第二，迄个哈娜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恩慈；第3罗罕就是上帝的怜悯。你若了解圣经旧约中间的患难中间，上帝都用这3项作为来回应人的需要。咱伸出双手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将你的怜悯，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主啊，伸出你的双，我的双手。主，你伫4000年来，你伫以色列的中间。伫患难中间，战争、饥荒、甲瘟疫，旧约的中间讲到3项人类中间所拄到3个苦楚，就是战争、饥荒，搁什么瘟疫，就亲像咱即摆都拄到武汉肺炎。上帝用3项来改变，
这叫做上帝怜悯的作为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之地，来甲这句话摕出来。就算做你心内有安尼想，无安尼讲，咱甲上帝讲，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无爱做一个自哀自怜的人。主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无爱做一个孤单行天路的人。主对今仔日开始，互我深深享受以马内利的上帝，甲阮三甲之地。所听的姊妹，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不止踮伫德堂教会的礼拜堂内底，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无所不在。上要紧，以马内利的上帝，家己若伫心内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的人。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，就甲咱三甲之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诗篇，来用马可福音第9章22节的第2句话，咱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伫回想主耶稣3年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有偌济人，因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代笔的好的，求你怜悯我。现在这故事拢来讲起福音，主耶稣带来祝福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无论迄个唔敢讲话、唔敢公开讨的，迄个犯着血漏的妇人人，伊偷偷来摸耶稣的衫机。伊想讲，这个伟大的主耶稣，我若摸着伊的衫，迄个能力就会来到我的怜悯中间。咱的主耶稣不是一个魔术师，不是。咱的主耶稣是上帝，咱的主耶稣就是所有的权柄能力的主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改变我的时光。亚萨伊暗时的时光，互圣神的帮助，伊忽然，伊感觉伊的上帝毋是一个无能为力、双手随落的上帝。等下我拖你读英语的圣经的翻译，真正伊是讲，我的上帝手放落来，伊的手，甲看讲甲过去无共款。过去我的上帝是一个手是有权柄的上帝，我的上帝今仔日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上帝，不是，是我们渺小的眼睛将伟大的上帝看小了。咱的目睭将上帝看轻，迄个伟大的上帝，主怜悯帮助咱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这个诗歌上牧师捌甲恁伫分享过，这个代笔的诗歌讲。我受苦是做我的利益，无论是伫6月、伫2月，牧师有讲起两段甲今仔日的圣经经文有相关的，恁若肯，恁会当去找出来恁的周报，你收集的周报，或者恁会当 YouTube 电视甲这两个讲道片摕起来，佮重新佮听一摆。第10节是一段非常困难翻译，因为伊的翻译本内底有真无共款的翻译。首先，我要甲咱讲，这段是什么话呢？这段是亚萨伫伊真实际心内真看入的时阵所讲的一句话。伊咧讲起伊心中的上帝甲伊的情景。伫咱今仔日的白话字的圣经，巴克的翻译是安尼讲：我讲这就是我的软正。这句话翻译了，还佫较客气。真正的翻译，有人翻译甲真直白。伊讲我真受伤呢。上帝，我遮尔疼你，我对你遮尔敬虔，我真受伤呢。上帝，你的手，你的正手，今仔日敢讲你无爱举起来，你搁放落去嘛？伊的意思是，上帝，你敢今仔日无要怜悯我嘛？上帝的正手伫旧约的圣经，伫圣经内底是代表上帝的权柄。所以恁会记得犹太人因常常举手祈祷，摩西伫战争的中间，甲亚玛力人修正他的心，伊的手若垂落来。以色列的军队就节节败退，所以叫阿伦和尼伫伊的双边，紧的把摩西手酸的手给扶起来。今仔日这个诗篇大概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伫这个所在的翻译，圣经真正的原文是安尼翻，伊讲我就对上帝安尼讲，我真忧伤。上帝的正手发乎，这是后来翻译的人伊加起的。原来上帝正手是代表权能，这个话讲上帝手敢改变了吗？伊的姿势改变了吗？上帝手本底是接纳，是行新约之事。上帝手今仔日
改变了嘛？咱的上帝是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嘛永远伫地。咱的上帝无将伊的怜悯收回，独独只有什么？亵渎上帝、看轻救恩的人，毋是上帝收回，是因家己将迄个救恩丢弃了，离开正道。毋是上帝收回，是人看无上帝，看轻上帝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。所以拄则牧师甲恁翻译即个英语的圣经，伊讲 His right hand 就是上帝的正手。我讲上帝的正手，我用黄色即个字叫做伊失去伊的 grasp， 即个字就是讲上帝的掌权呐。上帝敢无能力再掌控这个历史？上帝敢无再能够掌控大局吗？我的上帝手已经失去伊对所有这邪恶的管理。减讲 ，Does its hand 和伊放落来手 ，powerless 就是讲无再有权柄能力。伊的手放落来，无失去伊的能力。最后，伊唔敢称呼上帝的名。因为犹太人绝对无亲自讲出耶和华这个字，犹太人讲袂使南山称呼上帝的名，所以伊拢常常讲主啊。但是伫这个所在，英语甲伊翻做 the most highest， 就是讲至高的上帝。所听的姊妹，你所相信的耶稣，是你至高的上帝吗？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，主啊，无论怎样。永远到永远，我尊你最大，我尊你最高，愿天父上帝甲我三甲伫地。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更较白目，更较直白。歹势，上帝话不白目，但是这是翻译的问题。但是我感觉中文现代译本伊翻译了最贴切原文亚萨的心声，伊安尼讲。所以我讲，我真受伤。至高的上帝的能力，伊的手，伊的权力已经改变了嘛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亚萨虽然安尼讲，但是这篇的诗的内底，其实本意毋是安尼。伊的本意是，我咧遥记我的上帝的事，我的上帝互我知，其实伊是一个奇妙惊世神迹奇事，奇妙伟大的上帝。伫这个地上无任何生命会通甲我的上帝相比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听有清楚上帝的话。第一，亚萨看见家己的限制，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。伊看到家己的有限，伊看见家己的软弱，软弱甲袂通讲话。伫伊摇疑上帝的时阵，难道三摆？伊甲上帝讲减讲。上帝拢无讲话，上帝嘛无为着家己解说，但是伊伫安静的是13节、14节，伫迄个所在讲我默想，伊连续讲我2解默想，一解的默想就是用上帝作为最中心，第2摆默想就是什么拢无，摒空家己内底遐情绪，倒空垃圾。要啉清气的水，摕清气的杯仔来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，我要亲像亚萨，对死因的幽谷到山巅，对深深的山谷，放了我心中的看路，就亲像摆开将伊的管仔弹落，对上帝伫圣贤的中间展翅上腾，如鹰展翅上腾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。伊的灵，伊的听，他的灵，他的爱，转化我们的信心。伊的灵，伊的听，互咱唔肯受安慰的心，伫上帝的面前全然得到轻松。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我全然来交托你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这11节、12节，亚萨安尼讲，我要讲起耶和华的所做，少年伊伫早时所行的新约。我要准托你所行，我要静静想你的作为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无论是准托，无论是静静想，
拢是一个愿意将咱的苦楚主张，互上帝的作为，互上帝的主张，成做咱的主张。所以，当伊放天开伊的双手，无再受气掠条条。咱若咧受气的时候，你发现人的手是安那，是毋是掠条条？差点仔就甲伊摸落。所以人受气的时候，拢有一种的攻击防卫、自我的坚持。但是今仔日耶稣互咱一个学习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伊对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的道路是神圣的，有甚物种的生命会当亲像你咧？你所行的奇事，你是行奇妙大事的上帝。你伫万百姓中间显明你的权能。愿天父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做这种的改变，帮助咱的沮丧，帮助咱的焦虑，帮助咱错误的主张，帮助咱唔肯受安慰的迄种的固执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从幽谷到高处，对山死荫的山谷，到伫荣耀的山尖的所在。求天父上帝亲自帮助咱，无人放会落。这个掠条的手无容易拍开，这代表人的情绪甲受气是无容易静落来。但是求主耶稣用伊的听甲伊的信心，主的听甲伊的信心，也伫咱的心内，咱唔肯受安慰的心，主拢唔免讲话，伊的信心若来，迄个所在就得自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承认咱家己的无能为力，承认咱家己的渺小。主啊，毋是你无能为力，是我无能为力。主啊，是因为我的目睭小看了你。求天父上帝，你伫我的人生中间，互我明白你奇妙的作为。愿这个上帝甲所听的姊妹，甲你三个弟弟，上帝的圣手。看咱行过死荫的山谷，走过死荫的幽谷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。有耳孔的人就听圣心的声；有耳孔的人兄弟姊妹，就趁咱要有理性，趁咱要安静的时，听上帝圣经话命的话。愿咱伫今仔日最后的一句，就是牧师要甲咱分享最后的一句，就是。今仔日的新约的经文，之所以会通过断咱伫主耶稣基督的听，保罗讲：我深信，无论是我是死，是伫顶悬的、伫地下掌权的，还是受困住的，拢袂通过断上帝的听，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听。今日所读所有的罗马书。50个经文浓缩，简单来讲，就是这个节录版。伊节录版讲，无任何人会当过断耶稣基督的听。我深深相信，上帝的听是无可阻绝，是无受阻挡的。兄弟姊妹，愿这句话，甲今仔圣歌对所吟的诗歌，祝福你甲我，祝福咱的家庭，祝福咱的教会。当咱唱出这种的诗歌、信心的诗歌的时候，上帝的权能就运行在咱的中间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尊至圣、至权荣耀的上帝，阮何德何能，通对你求讨，佮得到帮助？毋是因为阮有甚物种的才情，乃是因为上帝，你就是一个欢喜。为着人的需要来做夫妻怜悯的上帝，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今仔日，愿同齐伫你的圣殿，搁一摆听2900年前耶稣的诗，求天父上帝帮助阮所听的诗，会通成做阮的祈祷，圣神进入阮的心内，互阮的信心跳跃，互阮的心活跳跳。阮伫你的面前用渴慕的心。抬头仰望你，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